的时间已经到啊！我的心全心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大，我无大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哈利路亚，阿门。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敬拜神，我们要享受在神的恩典里面，好不好？邀请你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享受在神的爱的当中，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来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那是你的那天。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忘记，永远不分离。让我们一起享受在神的爱里面，我们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来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那是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深深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忘记，永远不分离，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产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
分你，懂你心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与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大，宣告懂你心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与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大，更深的宣告懂你心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与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大，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忘记，永远不分离，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忘记，永远不分离。是的，主，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你爱我们的心永不变。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用你的爱光照我们的心。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更爱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像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在你的里面。主啊，你恩待我们。主求你改变我，使我能更像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改变我，这一生能为你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主求你改变我们，主求你改变我，使我能更像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改变我，这一生能为你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改变我，
变我的心，贴近你的心，叫我更多认识你。改变我，让我不再为自己，改变我生命居住在我心，改变我的心，连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主求你改变我，主求你改变我，使我能更像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重新有真挚的灵。改变我，主求你改变我，这一生为你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改变我，改变我，让我合乎你心意，改变我，让我生命更像你，改变我的心，贴近你的心，叫我更多认识你。改变我，让我不再为自己，改变我生命居住在我心，改变我的心，连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我愿放下自己，我愿降服于你，圣灵降下能力，将我生命全更新。我愿放下自己，我愿降服于你，圣灵降下能力，将我生命全更新。改变我，让我合乎你心意，改变我，让我生命能像你，改变我的心，贴近你的心，叫我更多认识你。改变我，让我不再为自己，改变我生命居住在我心，改变我的心，连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更深的跟主说，改变我的心，合乎你心意，改变我，让我生命更像你，改变我的心，贴近你的心，叫我更多认识你。改变我，让我不再为自己，改变我，让你居住在我心，改变我的心，连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
改变我的心，炼净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是的，主，求你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婚姻关系，改变我们的亲子关系，改变我们那的跟你的关系。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或许我们有很多的老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你的样式，来荣耀神你的名。因为你的爱充满我们，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爱恩待我们，光照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相互，我愿意相互，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相互。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相互，我愿意相互，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相互。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更深的跟主祷告说：
我也已相互，我也已相互，在你爱的怀抱中，我也已相互。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是的，主，叫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主，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谢谢你。主，在今天早上，主啊，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你，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主，谢谢你，你是配得荣耀、配得赞美的神。你坐在你的施恩宝座上面，主啊，你施恩于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的祷告、赞美、感谢，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咱即时搁来吟一首的圣诗，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齐声唱歌，学乐主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掌理天地甲海，学乐上帝至尊至悬至大。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主
信息头前面新的改名，咱做伙出声来宣读新的改名。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镜头。我以新的改名予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即若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你是咱犹原徛咧，三甲来祈祷。上帝啊，你是创造的主，阮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的顾守，伫阮的生命当中，有人过了平顺，有人有经历着失望、压力，毋过阮知，主你犹原甲阮伫咧，阮体验着主你的信息，无论伫得时也是无得时，你的稳定拢够也原用。伫你奇妙的光中，阮不断地经历你无限的疼。阮承认我家己的无完全，阮的意念总是违背主你的旨意，因为你听阮受定伫十字架顶，赎回阮，带阮，互阮会当了解你的旨意，行伫主你的道路上。因为你的稳定，阮会当得到满足。阮也为着遐个身体有病痛的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恳求，求主你医治因的身躯的病痛，互因会当得到关照，亲像主你捌关照阮一样，互阮会当透过安尼来明白主你无限的怜悯。阮也为着教会的宗祠甲各团体干部来祈祷，互因会当有对主你遐来的智慧，有够也开力来引带你的囝儿来服侍，来侍奉主你。阿爸天父，阮也为着遐个公众的，为着阮国家的领袖来祈祷，互因有够也的开力，互因有主你的智慧来治理阮的城市、阮的国家。阮将一切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知阮卑微，阮知阮软弱，毋过阮有靠着主耶稣你无限的疼、无改变的平安。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即是咱来共读启应文，记载伫信息后壁面启应文第12篇。启应文第12篇是记载伫诗篇46篇。现着我来启，请恁来应。上帝是阮闪避的所在甲开力，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缓好，就安紧。有一条河伊开草，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无摇动。日邦缓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正煞，到得吉。斩断枪。你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即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因献诗的歌名是献互主耶稣甲奥妙。
作为真奇妙嘛，感谢信活队的献诗，咱将伊也拢献互主耶稣。即是咱做伙来读一位的圣经，是记载伫马太福音14章8对20看到33节。马太福音14章，显着我来读。伊虽是逼学生就船，大先过去迄边听候伊四散众人，四散众人了后，就家己上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24节，迄时船伫海中，互影摇带，因为是对头风，暝是四更。耶稣对海面行，就问因。学生看伊行伫海面，就生惊，讲是怪物。因为惊就嗷叫，耶稣连面甲因讲话，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28节，彼得应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问你。伊讲：来，彼得对船来落去，行水面要就问耶稣。30节，总是看见风就惊，就要沉落去。就嗷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信的人，啥事了奇？32节，因上船，风就停。船内的人拜伊讲：你是真正上帝的囝。圣经读到这，即是要请林兆勋牧师来分享，伊的题目是平安的主。大家平安。今仔日的讲题是平安的主，平安的主。伫讲道以前吼，我想讲先互咱轻松者吼，来一个脑筋急转弯，互咱较轻松迄个精神较好吼，较有精神，袂拄久啦吼。来头一个，来请问吼，一只猪仔伊行到美国会变啥物？阁有无？阁有答案无？来看答案吼。行到美国会变啥 ？pig。行到美国就变 pig 哈。来第二条，哆啦 A 梦如果若袂讲话会变啥物哈？哆啦 A 梦如果若袂讲话会变啥物？有答案无？来公布答案啊！正确答案，变哆啦 A 狗吼，未讲话就 A 狗吼，哆啦 A 狗真好，咱拢有提神醒脑吼，较有精神啦吼。来，今日讲题是平安的主，平安的主。今仔日是旧历7月初2吼，进入这个旧历的7月。世俗人讲7月是鬼仔月啦，因为开鬼门吼，放这好兄弟出来佚佗。所以，世俗人到伫7月真惊吓，吼，真无平安，因为真惊这好兄弟来甲咱搅扰，所以因着安怎呢？爱普渡吼，这就是因的普渡。普渡就是爱用足济这好料的吼，传这青草来祭拜这好兄弟，互因食甲饱，吼，互因安尼享受一个，才袂。甲咱搅扰安尼吼，但是咱知影，其实这青草好兄弟并无食吼，拢嘛是遐个活人家己制了咧食哦，这就是因家己自我安慰啊吼。若是伫佛教呢，佛教因无讲迄个普渡啦吼，佛教是讲啥？讲超度吼，差一字吼，超度。所以佛教伫即个7月，因是爱。为着好兄弟念经超度吼，或者个好兄弟毋通阁做即个孤魂野鬼，会通超度到伫西方的极乐世界。
恁知影西方伫倒位无？其实西方就是印度啦，吼，西方就是印度，因为佛教的发源地就是印度，即个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印度人。啊，你看迄三藏取经，三藏教伫西方取经是去倒取经？就是去印度取经啊，吼。啊，对印度将遐个佛经早转来中原伫遐翻译做中文吼。所以我咧想讲，确实因若讲要超度遮个好兄弟到伫西方的印度，我想有真侪好兄弟嘛无啥爱去，因为印度比台湾较落伍啊，对无？啊，因食饭搁用沙的呢，吼，一定足袂惯势吼。感谢主吼，因为咱做基督徒，咱真正爱感谢主，因为咱拢毋免惊遮个好兄弟，咱毋免祭拜，吼。咱有主耶稣，咱就有平安。哈利路亚！主耶稣是宇宙的主宰，吼。咱有主耶稣，这好兄弟看到主耶稣，惊到就爬咧走啊，吼。咱拢毋免惊，吼。咱有主耶稣，就有平安。今仔日圣经节，甲咱讲彼得，互伊爱要行入即个海面，结果伊咧行的时，看到海涌遐尼大。惊一个阵啊，要沉落去吼，伊随时话讲主啊救我，主耶稣就甲伊牵起来吼。咱看见彼得，伊有主耶稣，伊就有平安。哦，假使迄阵若无主耶稣，我想伊就真危险。咱今日嘛是共款，当咱人生拄着大风涌的时，咱可能会叫风涌拍倒，但是咱嘛会通靠主来得到平安，因为咱的人生无可能拢一帆风顺啊！咱一定会拄着大风涌。今日圣经甲咱讲，当咱拄着大风涌的时，主耶稣要安怎样帮助咱？第一，主耶稣互咱拄着，主耶稣伫咱拄着大风涌的时，互咱知影伊甲咱同在。主耶稣伫咱拄着大风涌的时，互咱知影伊甲咱同在。世间无有任何一项，伫咱拄着大风涌的时，比主耶稣的同在搁较重要。亲像耶稣的门徒伫大风涌的中间，非常的惊吓。主耶稣带互因的，就是伊甲因同在。当咱看见家己伫大风涌中间，咱毋是求主来显现，因为伊一直拢甲咱同在。大风涌无法度阻止耶稣甲咱同在。当咱经历大风涌的时，咱有时会讲：主啊，你有看到无？我伫大风涌的中间。主耶稣要甲咱回答讲：我拢看见，我也伫大风涌的中间，甲你同在。兄弟姊妹，咱所拄着的大风涌，主耶稣拢甲咱同在。阿门。耶稣的门徒毋知影主耶稣甲因同在。因看见耶稣行伫海面，掠准是看到鬼吼，大家惊到要死。兄弟姊妹，耶稣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出现偌一摆，有时咱毋知影伊甲咱同在，事实上伊一直拢伫咱的身边。有时伊也必须要引起咱的注意，互咱知影是主耶稣咧帮助咱。主耶稣爱咱知影，伫大风涌的中间，伊一定会出现，伊一直拢伫遐。咱若有属灵的眼光，咱就会当看见主耶稣；咱若有信心，主耶稣永远拢甲咱同在。第二，主耶稣互咱的是经过大风涌的路，主耶稣互咱的是经过大风涌的路。主耶稣互门徒大声离开，伊吩咐因坐船到伫对岸。主知影因什么时阵会到遐。当咱拄着大风涌的时，咱会安尼想：主啊，你爱我去倒位？为什么会拄着大风涌？咱看见主耶稣无大声甲门徒讲，恁坐船的时，加利利海会有大风涌，但是免惊，我甲你同在。主耶稣无安尼做，伊毋免大声甲咱讲将来会发生的代志。
咱只要知影主耶稣掌管未来，无论怎样，咱拢会通将未来交托给主。咱会通信任伊，因为伊掌管一切，伊要引带咱经过大风涌的路。第三，主耶稣予咱的是伊的保护。主耶稣予咱的是伊的保护。主的保护是毋是表示讲咱的船袂入水，还是咱的船袂变过，还是咱袂拄着苦难？拢毋是。主的保护嘛无表示大风涌会随时停止，因为主用阮大风涌临到咱，拢有伊特别的目的。咱看见门徒伫大风涌的中间真惊吓，因真惊船会叫大涌泡倒。主耶稣互因经过即个大风涌，就是要互因感受到惊吓甲艰苦以及信心的挑战。伫每一摆的大风涌的中间，咱若有智慧、有属灵的眼光，咱就会学习到真侪属灵的代志，也一定会对主耶稣有真深的认捌。圣经记载，当彼得看见主耶稣行伫海面，虽然伊毋捌行伫海面，但是伊对主讲：“主啊，如果真正是你，请互我行伫海面来去你遐。”主耶稣讲：“你来。”伊就真正踏出去，伫海面伫遐行。但是当伊看到四周围的遮个海涌的时，伊就开始惊吓。伊一个惊吓，伊就沉落去。伊大声喊：“主啊，救我！”咱看见当时船顶遐个门徒拢真安全，只有彼得行伫海面。当伊的目睭对主耶稣的身上撒开，开始注意四周围的环境，四周围拢是大风涌，伊就惊吓，开始沉落去。主耶稣随时甲伊牵起来。主耶稣对伊讲：“你为什么无信心？为什么犹豫？”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爱彼得专心仰望主耶稣。咱毋免超找耶稣的手伫倒位，因为耶稣的手一直拢牵咱。无论你生活中拄着什么代志，耶稣慈爱的手毋捌甲你放煞，伊永远伫你的身边保护你。第四，主耶稣予咱的是伊的平安。主耶稣予咱的是伊的平安。圣经记载，耶稣甲彼得上船以后，风涌就平静，门徒就平安到伫对岸。兄弟姊妹，有主耶稣的同在，咱就有平安。咱的平安甲外面的环境无关系。亲像彼得伫大风涌的中间，也会通行伫海面，只要伊专心信靠主，无看四周围的环境，主的平安就甲伊同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讲：“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互恁点比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主耶稣知影咱伫世间有苦难，有大风涌，但是因为咱甲主的关系，伫大风涌的中间也有平安。所以平安是一种关系的连结。也就是咱甲主耶稣的连结，伊是平安的主。平安是因为咱有甲主连结。平安毋是讲无大风涌，平安是咱时刻亲近主，甲主有亲密的关系。因为伫主的内面才有真实的平安。兄弟姊妹，咱的平安是建立伫主的同在。主耶稣是平安的主。咱毋是靠别个人，也是靠外在的物质、外在的这个金钱来得到平安。咱的平安是因为咱甲主的连结，这种关系的连结是真亲密的，是一种信任甲倚靠。知影咱需要完全倚靠主，毋管什么环境，拢爱倚靠伊。主耶稣互咱经历人生的大风涌，是要互咱成长，诚侪坚强的门徒。
牧师捌讲过，咱毋是只有要做一个信徒尔尔吼，咱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吼。做门徒是啥物？做门徒就是主耶稣伊呼召咱吼。伫迄个马太福音28章讲，我互恁一个大使命，恁要去普天的传福音，引带人来归向我。所以这是主互咱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做信徒真简单，做信徒只有两个即个条件。头一个是你有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第二个是你来做礼拜，礼拜日来才做礼拜安尼。所以今仔日，恁有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无？有吼。啊，恁有来做礼拜无？有啦，恁就坐伫遮吼。所以恁拢是信徒啊。毋过主耶稣毋是干那爱咱做信徒尔，伊爱咱做门徒吼。伫圣经内面拢是讲门徒，门徒毋是干那坐伫遮咧做礼拜尔，门徒是爱起来侍奉。你看咱教会有真侪事工，咱爱起来侍奉。今仔有真侪人，连咪起来带敬拜，怎物连咪起来司琴，连咪起来司孝，真侪事工。教会有真侪事工，咱爱起来侍奉，这就是做门徒。啊，搁有呢，主要说讲去传福音。咱做门徒，咱爱去传福音，传福音引带人来归向主。这是主耶稣互咱的使命。咱毋是做一个信徒尔，咱来做一个门徒，而且咱毋是做一个软弱的门徒，拄着挫折就软脚跋倒。咱来做一个坚强的门徒。主耶稣互咱经过大风影，就是爱咱经过操练，才做坚强的门徒。迄个姊妹，当你经过大风影以后，你有学习到啥物？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咱的反应若正确，咱就知影，这个是要互咱专心信靠主，完全倚靠主，完全交托主。咱来看美国伟大的林肯总统，以下是伊的经历：22岁初次经商做生意就失败；23岁竞选州议员落选，后来投考大学法学院无考调；24岁向银行贷款再次经商，再次失败，以后用16年的时间还清债务。25岁再次竞选州议员，成功当选。27岁破病倒床半年久。29岁争取担任州议员发言人失败。31岁争取州政府总统选举人失败。34岁参加众议员选举落选。37岁再次参加众议员选举当选。39岁竞选众议员连任失败，45岁竞选参议员落选，47岁争取共和党副总统提名失败，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又落选，51岁代表共和党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当选美国总统。拄则迄份经历吼，你看大部分拢是失败吼，但是伊受称作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总统。伊一生中，咱拄则看伊的经历，有35届的即个失败，只有3届成功。不过，伊是一个信仰真好、虔诚的基督徒。伊凡事祈祷主、倚靠主。林肯总统伊讲：我一生中的失败，是主互我的操练。我的失败不过是亲像跋一倒。我会通阁爬起来，继续跑走。因为安尼，伊诚侪美国总统带领美国废除黑人奴隶的制度，互黑人得到讨伐，得到自由。迄即个真侪基督徒对主的认捌并无真侪。什么时阵咱对主的认捌会较深刻？就是伫经历大风影的时，感受到
耶稣的门徒所感受到的无助甲绝望。这就是主耶稣予咱的操练，是为着予咱对主耶稣有较深的认捌。喺即个，希望咱拢有属灵的眼光，咱会通认捌耶稣是全能的主，耶稣是咱一生的保护者，耶稣就是带予咱平安喜乐的主。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主，你伫主日的时带领阮来教会敬拜主、服侍主。阮来到主的面前，诚心阿乐敬拜，求主施恩赐福，予每一个兄弟姊妹。求主帮助阮脱离魔鬼的攻击，予阮凡事倚靠主。求主帮助阮对主耶稣有较深的认捌。主耶稣是平安的主，无论阮拄着什么大风影，还是伫苦难中，互阮知影毋通失去信心，因为主耶稣是全能的主，是阮一生的保护者，是带互阮平安喜乐的主。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圣歌队要献诗，伊的歌名是《平安的七月暝》。
有做稳定对咱一世人，只是咱做伙来看手中的酒报，我来报告。顶周聚会也话礼拜有88个人奉献，金额是8475块。拜一妇女团契暂停，拜三祈祷会有10个人，拜六青少年团契有10个人，拜六少年团契10个人。下主日的礼拜的时间分配，讲道是林兆生牧师，诗会是吴东梅长老，司琴是柯玉昭长老，同地是黄丁秀长老甲徐文川执事，敬拜是第3组，助理二第5组，导播甲音控是李崇胜甲黄家乐，电脑的投影的操作是吴春草姊妹，交台是萧贵美甲麦雅树姊妹，交通组是刘主委长老甲谢安南兄弟。下周就工的时间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甲敬拜是吴东梅长老，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的祈祷会主理是黄志强长老，司琴是黄恩婷姐妹。代祷的家庭要为着主委长老来代祷。拜四探访的家庭要到杨丽香姊妹的家庭，轮值探访是黄丁秀长老甲刘主委长老。拜六青少年团契敬拜是黄家乐同学，破冰是张嘉恩同学，内容是团契的时间。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刘主委长老，圣诗是296首甲267首，圣经是马太福音4章第1节到11节，题目是耶稣受试探。本周的金句是记载伫约翰福音16章的30节。咱做伙用台语的甲华语的来念一遍。台语的，我已经将遮个甲恁讲，互恁伫点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倒倒恁通放心。我已经抗赢世界。华语，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教会消息，第1点，今主日上午礼拜举行圣乐娱乐礼拜，由圣歌队献诗，并请兄弟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礼拜，共享主恩。第2点，今主日礼拜后要召开中执会。研讨的议案是要讨论2026年的国部的事工计划，请中执老部参加会议。中执会了，要煞则开小会，嘛请小会员阁继续老部参加会议。第3点，则要更正是后礼拜8月31号，陈小安牧师要甲麦雅会执事阁黄静华姊妹前往内围教会，为着本堂的建堂募款甲义卖。嘛请关心甲代祷。第4点，小会公告，本会新楼建筑贷款为着抵押，金额是1213万，信用的贷款是9166000块。到7月底还阁未还了的贷款合计是1296000块。本会甲新楼合作社要重新签合约，要将信用的贷款转为抵押的贷款，因为按利息会较低。
两笔进行了后，抵押的贷款总共是2129万6千块，要分做30年来缴。8月起，前3年为是宽限期，只要纳利息，每月纳利息的金额是41133块。3年后，本金加利息每个月需要纳差不多是107000块，无绑约，随时拢会当还贷款的本金。第5点，小会公告中分教会第18届的长职候选人的办法。第1点，长老的提名的办法。第1小点是由现任的长老有黄志强长老、黄庭秀长老、柯耀昭长老、黄明勇长老甲吴东梅长老5位。第2小点是捌担任长老也是执事2届以上的，为着是作为当任的长老的候选人有林丰正长老、林秀琴姊妹、李敏秀执事、陈永明执事等4位。第2点，执事提名的办法。第1小点是现任的执事有麦雅慧、陈永梅、李敏秀、徐文川、李玉洁、郑梦圆等6位。第2小点，捌做过执事的为当任执事的候选人有李秀琴、刘美仪、季冠阳、黄静华等4位。第3是由中执会推荐执事的候选人。第4是由各团体有主日学、青少年团体、妇女团体、圣歌队，也是敬拜赞美团、中执会等推荐1名还是2名。第5是由会友来推荐，需要有6个人联署签名，会当推荐1个。以上是本会第18届的中职方提名的推荐。执事候选人名单需要是本会会员陪参满2年的。若是本人无意愿方提名，请伫金主日小会内提出书面的说明，也是口头的告知，以示表示无意愿方提名。若是超过这个时间，就无搁接受说明啊。详细内容请自行查看公报栏。第6点，青少年团体有举办中分教会 logo 的设计竞赛，嘛邀请大家用基督的疼，甲代表中分教会特色，来为着中分教会来设计 logo。原本经过的时间是到今仔日，毋过因为即摆件数过比较少，所以咱延期到后礼拜，嘛请大家踊跃为着中分教会来设计一个属于咱的 logo。那请咱家己，请有创作的人，将你的作品甲报名表交互郑梦圆还是我。那详细迄个规定甲报名表拢放伫当地岛，若有问题嘛是会当向阮2位来询问。第7点，本会青少年团体要甲敬拜儿乐团举行2天1暝的联合活动营，时间是10月10号到10月11号，地点要到南投，报名费是1500块，请陈志信也是买雪茹来报名，欢迎青少年团体，也阁有敬拜赞美团的团员踊跃来参加。第8点，林园活泉灵粮堂要举办敬拜之夜，更深经历神。日期是伫8月29日拜五暗时7点半到9点，主领是高岛舞的团队。本会敬拜儿乐团员报名参加，若有要参加的，请林丰正长老来报名。报名时间到8月26号，也就是过来拜2截止。第9点，屏东长老教会要举办2025年的音乐复赛同工训练课程，主题是诗班讲座敬邀教会指挥到伴奏
阁有教会士班以及敬拜俄勒的同工，日期是伫9月20号拜六下晡2点到5点，地点是伫屏东教会。即日起报名到8月31日截止，要参加的请考药交长老来报名。第10点，高兰区正教会要定伫9月6号拜六早起9点到12点，要伫朝寮教会举办中级信徒培灵会，讲师是王武聪牧师，请要参加的向黄庭香长老来报名，报名嘛是到后礼拜8月31日截止。11点，下主日正道讲师是林兆新牧师，圣经是记载伫罗马人书12章第1节到8节，题目是敬拜的宝贵。则阁有几点要补充报告的。12点是台湾民间信仰祭拜鬼魂的农历7月是对8月23日到9月21日，免求神拜鬼来信上帝上好，信上帝心无邪，无惊鬼，上帝赐平安7月暝，并且兄弟同心祈祷，恳求主耶稣赐平安伫台湾的百姓，免去因的惊吓、不安、迷信，因为咱的主耶稣已经赢过五鬼的死势关系，将平安赐伫每一日。咱要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农历7月是一个平安月，咱彼此来关心代祷。13点，教会有做爸爸节的相框要送互每一个爸爸，请当日有做伙翕相的礼拜煞会记到当地岛来领取。阁有一点要补充，就是咱的礼拜煞敬拜俄罗团嘛要召开临时的会议，请敬拜俄罗团所有同工劳部参加会议。我只是来报告金主日的奉献。约定奉献一个人1000块，感恩奉献3个人，现金是2000块，建堂的奉献有3个人奉献的金额是5000块，奉献总价是11050块。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祝大家平安。我这时阵来介绍咱今仔日新朋友甲来宾就是有平安长老的朋友好，迄个就是朱正雄兄弟，咱拍拍来欢迎一下，欢迎你来。好，愿上帝祝福你等一下咱礼拜煞，咱以后会当甲伊拍招呼，互相熟悉。正经。正经甲伊早囝嘛有倒来欢迎恁伫台北倒来找因爸爸妈妈，找因遮兄弟姊妹，大家要来交报一个感情过来做伙食饭做伙讲话，感谢主。阁有无？无好，咱拄则迄种迄个咱教会消息就是有关咱咧甲新楼贷款咱已经讲到足清楚，甲咱互咱来了解一下。咱记咧，就是咱3年以内，咱敢若行利息尔。若是3年以后，咱就要开始行贷款本金甲利息咱家己来看着，我无搁直接来做补充的说明以上，多谢。这是咱来吟上言，
上银509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阿乐天父万福本源，观念极大，仁爱照全。阿乐耶稣受我罪犯，做我中保，奖励万款。请咱起去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快乐，甲恁众人三甲同在。愿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看顾恁、赐福恁，你即时你个永世代无尽。阿门。